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开心在今天早晨能够看见各位帅哥美女穿得非常的帅气漂亮。我们一起来到上帝的殿中，我们要一起敞开我们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阿们吗？阿们，阿们。我邀请每一个人，我们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们首先也感谢神，让我们在今天早晨的礼拜当中，我们应该有发现，我们教会已经有冷气了，感谢主，哈利路亚。在接下来的一周当中，我们的教会冷气会做最后的收尾的工程，我们也持续为着我们的冷气工程来祷告。那这时候，我邀请每一个人张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邀请每一个人闭上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充满我们，并且在这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抛下我们脑袋里面所有的忧虑，不管你所担忧的事情是什么，也许是中午要吃什么，也许是接下来这一周的工作，但是这一切在神的同在里面都会成为最轻省的。哇，这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圣灵。圣灵啊，我们欢迎你。圣灵，我欢迎你。圣灵啊，我们仰望你。圣灵啊，我仰望你。圣灵啊，我们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啊，我们爱你。圣灵，我们爱你。我们用一些的时间，我们自己来向神祷告，求神透过今天的话语，透过今天的敬拜，再次让我们的生命得到医治与更新。我们一起用一些的时间，我们来向神祷告。哈利路亚！耶稣呀啦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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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耶稣呀啦呀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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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呀啦巴啦啦啦啦呀啦啦巴啦啦啦啦啦！呀啦啦啦啦啦！主啊，你触摸我们的心，主啊，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话，主，你要再一次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今天透过上帝你的话语，让我们定焦在你的身上，一切生命当中的挑战，一切的难处都不在。因为神啊，我们与你同在的时候，主啊，你的能力要赐给我们，你的智慧要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要让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看见神迹奇事发生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哈利路亚。这是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再一次来告白我们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再一次用你最美丽的微笑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跟他说，我们一起喜乐来赞美神。我们喜乐来赞美神。哈利路亚！圣经里面说，我们依靠神，我们就大有能力。让我们用这首新歌来敬拜赞美他。举起我们的双手，拍拍手。你
邀请大家能够更多的向我们的神来渴慕，我们要更多的渴慕神的同在。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求神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信心，在今天早晨我们可以得着更多的释放，我们可以更多的得着更多的医治，我们在心里可以得到更多的平安。这时候我们就一起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继续来敬拜他。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你柔美彰显吸引我心。开我的耳朵，让我听见你，每句话都让我更爱你。我的唯要敬拜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柔美无人能及。我的唯要敬拜你，我的唯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殿中，喜在心
一起使用上帝所交托付给我们的权柄，也就是祷告的权柄。阿们吗？好吧，我们要特别为着我们6月6号的启发周末营来祷告。这个周末营是我们所有的幸福小组会邀请所有的 base 来到这个当中，在礼拜6一整天的营会里面，我们相信这些的 base 他们的心要被敞开，他们的生命要领受更新的祝福。amen吗？好吧，我这时候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两个人一起来 RPG， 我们就为着周末的这个启发周末营来代求。如果你找到你的伙伴，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祷告。我们当中也有同工可以来安排，来找到我们的伙伴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啊，我们求上帝，谢谢你，主，我们大声赞美你，主啊，因为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在这里领受你极大的祝福。主啊，我们也要求上帝，你来特别看顾我们在周末营的这一个服事上面。主啊，我们相信所有的 base 来到我们当中，他们的心要被敞开，他们的灵要被眺望，并且主啊，我们相信神啊，你要翻转他们的生命，好让他们更多的经历到上帝你的同在，耶稣你的爱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要触摸他们的心，要感动他们的心，因为我们相信神啊，你爱他们，你呼召他们，选召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让他们更多的经历到耶稣的爱，并且他们要全然的被上帝你来触摸。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为着永光教会每一个同工来祷告。我们相信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是我们一个传福音最佳的管道，是你所赏赐给我们有智慧、有创意的工具。主，我们就求上帝你更多帮助，让幸福小组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副长、每一个铁三角，在这个事工里面眺望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更多的将他们生命的喜乐分享给所有的 best。 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深信神啊，你要大大祝福在我们幸福小组的事工里面。主，谢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只为要敬拜你，我只为要全心来爱你，匍匐在你荣耀中，你的荣美无人能及。我们祷告完的弟兄姐妹，我们高举手一起来敬拜。让我们大声的来向神敬拜，哈利路亚。我为要全心来爱你，永远住在你眼中，记在永在的处处，我爱你，我爱你，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们会众弟兄姐妹，我们来唱我爱你。我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亚，我爱你。我们将最深的感动向神来诉说。全心敬拜你，日夜不停歌唱，哈利路
最大的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大声一点，神配得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主谢谢你，感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的敬拜带来极大的祝福。敬拜带来极大的祝福。大家请坐。此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箴言第15章第16节到第17节，以及第17章的第1节。我们齐声来攻读，请。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恨。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安。经文读到这里，愿神的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随时的帮助跟力量。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我们本堂的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证道。今天牧师的讲题是让家成为家。牧师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的四会豆豆执事看到今天的经文，不是豆豆，是米粒。豆豆跟米粒好像有一点雷同哈。他告诉我，他这个礼拜赚到了。我说什么赚到了？他说因为只有3节经文而已。然后等于刚才我发现太短了，我都没有办法预备，所以下个礼拜30节我们是一个充满神喜乐跟丰盛的教会，所以在服事上我们都带着非常的喜乐，而且带着祝福来到这里。所以如果你来到这里没有感受到这一份的喜乐跟祝福的，你来找牧师好不好？牧师会把喜乐更多的分赐给你。如果你服事觉得比较重担了，那你也可以休息一下，没问题哦。因为怎么样，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大家都说了哈，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信心，甘心而且甘甜的来敬拜他，来服侍他，这是我们一生最大的喜乐哈。好，举起我们的右手来，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100倍，喜乐满溢，我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我们宣告就是跟主说，主啊，这就是我要的，并且是按着你的旨意来求，来成全的。阿们。所以这个礼拜你们来到这里来礼拜，会不会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有哈我们的冷气再过几天都可以完全的弄好。那我们也特别谢谢这些的冷气的师傅，他们在礼拜5加班到晚上7点半如果在大楼里面5点就要下班了哈因为他们在外墙好像那个蜘蛛人一样的哈爬在外墙，在这里施工到7点半。就把所有的我们的冷气的那个管路电源都做好了都做好，所以我们就今天开始就有冷气可以吹。那这是神的恩典，也谢谢大家在这一路来这几个月，大家同甘共苦流着汗来敬拜他。你知道吗？你所流的汗都会化为珍珠呢。那好不好？真的是太棒了哈！所以牧师得饶最多，因为每次我到这里讲到结束以后下去就是满身大汗，因为我还加了什么，你知道吗？哈哈哈！我还加了我的盔甲，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充满喜乐来到神面前。今天是5月17号，那礼拜4就是5月21号。5月21号有一个重要的日子，不晓得大家知道吗？教会生日
台语场的有人说，我知道是周牧师的生日，我说哇，我没那么伟大哈，感谢主啊，5月21号就是我们永光教会设立的纪念日。我们永光教会在1972年5月21号在志光街那里租了一个房子，然后开始了永光教会的成立。到如今我们历经了到礼拜三，我们历经了54年哦，对不对？那你说牧师今年没有庆祝没有今年就这个蛋糕就省起来，明年我们再一起庆祝好了哈。明年是55周年，那牧师盼望在明年设教55周年的时候，我们教会可以呈现更多的把荣耀颂赞归给神的，也可以更多的分次在众教会教界里面，把我们过去的日子怎么样经历神，怎么样领受圣灵的带领怎么样看见许多神迹奇事在我们永光教会弟兄姐妹身上来彰显，我们都要一一的数算神的恩典，并且牧师要把我们过去的这一些的年日所经历的一切要略记的把它记录起来，让永光教会的历史能够在世界教会界的历史当中，能够再一次的跟主说，主谢谢你，我们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打了美好的胜仗，阿们。所以感谢主，这2年牧者领受神的恩典意象，所以就把它定义这2年就是渴慕恩赐，突破界限。我们不会以为我们这样就是满足了，因为神是丰盛的主，对不对？如果我问你现在银行的数字你满意的，你满足了，你说我这样就够了，而且我还可以分一些给牧师的，举手一下。后面那一句话就不要听下去了，因为我也不敢拿。对对对，应该没有吧，对不对？我们总希望说，对，我们透过我们的双手，神给我们的智慧能力、信心时间、空间，我们努力做工，应得的神一定会量给我，对不对？好，这是我们所深信的哈。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教会不断的往前走的时候，每一个阶段都看见弟兄姐妹更经历神丰盛的恩典。所以你知道吗？你走在永光教会的路上，这是恩典之路。既是恩典之路，受恩典的是谁？对，就是永光所有的人哦，这是理所当然的哈。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永光教会突破界限，神迹不断。是的，我们不断在写世界的教会的历史，我们也写见证，因为这一些你我都可以成为见证人，并且我们也跟主说，是的，你把这一些神迹放在我们的弟兄的姐妹的身上，我宣告这见证要再做一次在我的身上，阿们。我们当中有职位高升的工作顺遂的要结婚的，有没有？而且有生宝宝的，这一切我们都相信，这一些我们共同的丰盛的恩典，我们不断会 copy， 不断在 copy 因为这是神的作为，阿们。感谢主哈。好，那牧师透过今天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也再次的学习，让家成为家。我们一起说好不好？来，让家成为家。好，那因为我们定义5月就是我们永光教会的家庭月，是要提醒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能够回到家往内看，看我们的家是否真的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没有？还有哪一些不足的、缺乏的？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家没有满意到那个成为基督是我家之主的那种丰盛？这个都可以好好的来思考、来检测的。这些检测是为了更好，不是为了更坏，对不对？我们回想这一切，是为了更宣告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是赐福的神。所以愿神帮助我们，让家成为家。第一个家跟第二个家不一样哦。第一个家是说你现况的家，
然后第二个家在定义的是神创立的家。那神创立的家，那原始对家的祝福，设立家婚姻的他的心意，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第一个这个家？现在的家是否已经有领受了没有？还是你觉得可以更多的？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我们知道在人类第一场的结婚典礼是在哪里？伊甸园，对不对？是在伊甸园我们就看见神设立了婚姻然后呢，因为他看这男人叫做什么名字？亚当他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就为他预备了配偶，就是夏娃。好，那因此呢，那个婚姻最后的宣告是什么？耶和华上帝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是非常奥妙的一件事情，非常的奥秘，以至于我们知道，夫妻竟然神在创造的时候设立婚姻是两人要成为一体的。所以两人既是成为一体，还会分你我吗？那分你我是二体才要分的。所以我们重新再来思考，神创造婚姻这个时候，是不是也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好好的来思考，如果夫妻的关系好，是对家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对不对？因为神既设立了婚姻，也建立了家庭，就是让我们可以从我们这个家去支取神在创造的时候他的全能。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赐福的，他都看为好。他既创造万物都看为好，岂不也把人类看为是最好？对不对？因为他把他的灵性的部分赐给我们了，让我们有管理权来管理他所创造一切的万物，因为有从他而来得的智慧。因此我们也应该从他得的智慧，用这智慧来管理，来经营我们的家跟我们的婚姻，这是理所当然的，是每一个基督徒所应该不只懂得认知，并且要实践出来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从这里可以了解，家是传承信仰跟教养的第一个现场。不要把教育、教养这样的功能推给学校，推给教会，不，家是第一现场。家是最需要的，因为在家的时间比在任何的地方还多，对不对？那既是用最多时间在家里面，那成为父母的我们，成为孩子的我们，我们就应该要了解，家是我们的核心，家是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因为从神的创造里面，我们清楚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们看，当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来以后，哇，神就跟他们立定了很多的契约。神直接的跟他的百姓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一个传承，代代传承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把教养跟传承要时时刻刻的惦记在心，不管你是坐着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都应该要记得要传承，要传承。到底要传承什么呢？申命记第6章前面2节就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阿们。对，这就是基督耶和华信仰所给予我们的整个人生的生命家庭的建造。你所做的一切，都应该单单的仰望他，明白他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我们的神。阿们。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做任何事情呢，你总是要尽心尽力
尽意来做，是为了什么？为了归荣耀给神。阿们。这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工作观、家庭观，任何的观念都以这个为中心的话，那就是走在神祝福的道上。感谢主啊！基督的信仰是我们幸福的保障，你确信吗？好，你跟隔壁说这句话来：基督的信仰是幸福的保障。对，这是我们所确信的哈。所以牧师透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经营和谐的家庭的气氛呢？这是可以努力的，是有方法的哦。好，所以我们用家的观念来看，用创造论。刚才牧师有从创世纪告诉我们，用创造论来看，家庭是基督徒生活最基本的团契。我说的这个团契是动词哦，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好，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这个模式哦。所以家庭是基督徒信仰生活最基础的团契，并且我们也看家庭小组，就教会论来看，就是神设立教会、建立教会的时候，就是用家庭教会为基础。所以我们感谢主，到21世纪了，我们许许多多的教会在重新回想神的创造，神建造教会的过程，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奥秘：教会不是用大型的教会来建造，教会是用小组来建造。在小组里面，8个人、6个人、12个人，才能够有亲密的连结的关系。你像牧师，如果要面对我们200-300个、300-400位的弟兄姐妹的话，我没有办法一一的跟小组长一样、铁三角一样，跟我们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都很巴望你们出去玩的时候，你看，等一下报告你会知道，6月出去玩的牧区啊，大概7-8个牧区哦，我都巴望每一个都可以跟去玩，你知道吗？即便去野柳3次，怎么这么厉害？3个牧区啊，都同样选那个地方，但没关系，不同的成员去啊，对不对？都在那里，插旗永光教会来了，然后隔天又插旗永光教会来了，下个礼拜又插旗，谁来了？永光教会来了，那好不好？真的是很棒哈。所以感谢主哦，以教会观来看，家庭小组是神建立教会的一个基础。所以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乐，不只来参加主日的集合的大家的礼拜，这很重要，因为我们共同在这里见证，一起领受，彼此分享温暖。但在小组里面，我们更看见我们在那里可以彼此建造信仰，对信仰有疑虑也可以分享，对家庭有重担可以分担，那好不好？有喜乐可以同享，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我不太敢去我们的小组，因为去小组我每次都带一大堆东西回来。那你看一个晚上4-5个小组去看，哇，我家就不用买东西了。但是这样也会剥削了你们的福利呀。我想不会啊，那我带菜篮去可以吗？感谢主哈，你们就是这么疼牧师哈，心有戚戚焉，真的很感动。收了，感谢主。对，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非常清楚，成为基督徒的你我，不管你现在是一定每一个人一定都有家嘛，对不对？或者是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家，你都应该有一个清楚的目标，就是我要把我的家建立为基督化的家庭，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我家之主。好，我们邀请他来掌权一切，我们可以所有的重担困难都可以卸给他，因为他爱我们，他为我们所摆上的，就是在2000年前都把命舍了，还有什么不给我们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啊！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你知道吗？我最深刻体会那个家的感觉的，就是921大地震。当时牧师还不在永光教会1999年，对不对？好，
我是2000年来到永光教会，1999年9月21日，当时候的我的孩子，叫周亚伦的，他刚好读国小1年级，读21天，他早上说他读21天，就遇到大地震，那大地震，我们4个人都就躲在那个孩子他们的上下铺的下面，那个上下铺的那个床，是这样，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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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真的是跑哦，真的是这样跑哦，4个人那个重量都没有办法把那个上下铺的床固定哈，哇，你就知道，哇，我想说糟了，这是什么世界末日到了吗？主啊，怎么会是这样子？好，那但是隔天我们就非常清楚，我们不能在那里怨天尤人，我们是神的仆人，在最危难的时候，我们要首先站起来。所以隔天早上，我们就开始做赈灾的工作。那对外联系都断嘛，对不对？但是我跟潘牧师，我们2个就拼命的把教会的门都打开我们礼拜堂也称为围楼了哈，但就不能进去，但是我们还有一些空地。搭蚊帐当做帐篷，因为只有蚊帐，对孩子就睡在蚊帐里面，然后晚上都会滴露水哈，那个印象非常深刻。1个礼拜以后，我们2个夫妻已经不像人了，憔悴啦，然后紧张啊。又要顾孩子，又要做赈灾，又要服务这些黎民哈，许许多多黎民都来，要东西，要什么东西的哈，因为有一些赈灾品，教会的慢慢就进来了，还有其他的哦，还有其他的善心人士都会提供，那我们都要分配，不是东西来我们谁帮我们再去分配给那个小敏啊？那小敏如果自己来的，他都开着拖拉库来。那在100公尺外面等着东西领的，换了就到那个卫生局去邮局去哪里继续领这样子哈。我们说这样不是，这不公平，所以这些第一线来的这些，我们就拜托他，你要不要帮助我们？你们东西卸下来，我们把那个地方需要的搬上去，我们再一起乡民带你进去，我们就这样的工。我告诉各位，当时候根本没有人想到要这么做，但是神就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你想，1个礼拜以后，我们像什么人？就不像人了嘛，对不对？好，隔壁的李明就说，乡民就说：“周传道，你们真的要回去休息，你们再这样会垮了。”我们真的很舍不得带着2个孩子开车，一边流泪哈。一边流泪说：“主啊，真的我们做的还是不够。”乡民就说：“你们是高雄人，你们就回高雄去了，不要再来了啦。以后都过后你们再回来。”不，我们说我们是鱼池人我说虽然我们只住1年而已对不对？我们是鱼池人，我们一定要回来。我们跟他说，我们一定回来，3天以后我们一定回来。哇！当我们第一次地震后回到家。你知道吗？所有的家人跟邻居好像在排队迎接总统般的但是好像是落难的总统般的我们真的真的是不像人但是回去你知道那个感觉多甘甜，你知道吗？感觉到回到家是何等的被安慰、被支持。我相信，如果你是一个浪子。如果你知道家是温暖的，当你可以回到家的时候，或者在工作闲暇之余，或者休假的时候，能够回到家看看老迈的爸爸妈妈，我相信那种感觉你是可以体会的。那求神给我们能够明白，对一个浪子所需要的是有一个家的归属，在信仰上我们也是这样。愿神给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能够明白，家是一个建造人的地方，家不是伤害人的地方。现在很多家就成为彼此伤害的，跟朋友很好，但是回到家好像遇到仇人，那是错误的。不要被恶者所欺哄的，不要，你可以的，你可以重新打造你的家，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如果你只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决定说我要把我的家恢复到神所创造的家，让我的家，让我现在好像是陌生的家，好像是怎么样彼此有隔阂的家，我要重新打造，成为神所创立的那种家，神所应许祝福的家，让你的家成为神的家。那你有这样的相信，我相信神就帮助你。神会让你慢慢的更多的看见你所摆上的是神所喜悦的，并且是不会一去无回的，一定有果效。你就等候，不断的等候，不断的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必然成就。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你跟隔壁说，我们的家不会伤人，来，对，我们的家是要建造人的，让每一个家成员都能够在主里面来领受。所以我们看箴言第17章第1节，他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和安，对不对？对，我有没有打错？哦，干饼哈，有块干饼，是干饼没有错了哈，就干干的饼干啊，吃起来，还要配还要配什么？配可乐的那种的啊，又没有可乐，只有开水就可以了。但是怎么样，很喜乐，你知道吗？很喜乐。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确实是有它的道理哦。所以我们常会说家和人和万事和啊，家和怎么样，万事兴，有没有？这是人们的理想，却是在上帝里面的实践。阿们。不是理想，不是空谈，是神设立家原来就有的那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我们一定可以领受了。Mary Angel 他有写一本书叫做《人在家庭》他说了解是建立和谐家庭极重要的一个条件。了解，其实了解谈的是什么？是健康的关系嘛，对不对 ？OK， 他有提出4点，牧师用简要的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他说要了解语气的差异。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的语气是不太一样的哦，对不对？你甭想说这孩子都我生的，他应该100%像我，哪有可能？对不对？你的讲话的语气，有时候刚好是同样的语气，就怎么样互相杠起来了，对不对？那他说的这个非常重要，你要了解你家里的人的每一个人讲话的那种的方式，喜乐的时候他用怎么样的表达，如果生气的时候是怎么样的表达，软弱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是什么？这个都是必须要去了解的。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因着了解家人的每一个人的习惯用语，能够了解他，可以减少很多的冲突对不对？有时候还妈妈，我就有听过妈妈这样讲的，我们家都把它当作是笑话。不乖，丢水沟，丢马桶，丢垃圾桶，对不对？我们亲眼听到的，我们4个人回去就把它当作笑话，然后就把它背起来了。不乖怎么样？丢水沟，丢马桶，丢垃圾桶。你想他的孩子听到这样会乖吗？他会变成乖吗？他以后我会跟妈妈讲，你不乖我就把你
对不对？对不对？因为他从妈妈学的，将来妈妈老迈的时候，他一定用这样的方式对待妈。我们不希望家是这种氛围，所以求神给我们能够了解，在面对家人的时候，我们最常的是没有耐心，而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用耳、用眼、用心去听，并且你要去分享你听到的感受是什么。不容易啊。好，我们常会定义说，我跟你讲了，你怎么都不了解？你讲了跟他了解一定是有距离啊。即便他讲了，你了解多少？反而思考看看，对不对？好，语言本来就是有一些的折扣，不是吗？牧师所讲的跟我所想的，跟你们听到以后，那落差多少？我想要讲的跟我讲出来的，可能已经落差，已经扣掉2成了啊！从8成里面再听进去，再心，因为有时候我在讲的时候，你就想，中午吃什么？等一下去哪里？还有一个账单还没付，对不对？等一下不乖，等一下丢马桶、丢热水，对不对？那我讲的8分的，你听几分？我告诉各位，有5分我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彼此的沟通啊，也要讲出来，把你的感受讲出来，分享出来，那才能够更多渐渐更多的来了解。他说一天其实全家只要有15分钟就可以了，很真实的沟通就很棒。15分钟会很久吗？你拿手机到放下手机几分钟？好，你拿手机起来到放下手机，有时候是半个小时以上了，对不对？哇，这个因为牧师最近都有在测时间，就会发现说，原来时间就是这么快在过。好，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最后他说，当我们彼此了解的时候，实际的行动跟支持是一定要的，是要付上代价的，需要付上行动的。他说，这就是建立一个和谐、温暖、有温度的家庭所可以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想想看看，哪一些可以帮助我们能够因这些的提醒，建造一个更合神心意的家。这是你我可以一起努力的。好，你要宣告吗？我要宣告，我用心在家，我爱我的家。愿意的举手一下，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用心在家，我爱我的家。阿们，这是很棒的哈。好，第二个，我们来看，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家成为基督的家，就是要用基督化的爱来建立我们的家庭哈。圣经如此告诉我们，我们来读一次。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爱。箴言15章16到17节，他告诉我们，菜脯金无加咸，比吃牛排较好。听懂吗？就是菜脯金的是说，那个什么，萝卜干。吃萝卜干比吃牛排好，你觉得这样对的？举手一下。原来你们都喜欢吃牛排。好，那个礼拜晚我就跟你们去咯。其实这告诉我们是什么？说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喜乐不会受到外在的条件所影响的，很重要哦。好。物质的财富，即便再少，也不能阻止那些家庭充满喜乐、温暖、彼此支持、关系良好的，他们可以享受家的温暖。不会的，即便只是一些简单的食物，那一种的温暖是强过你在吃牛排。这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很相信喜乐跟幸福是基督徒顺服神必然的结果，因为神既然设立了家庭，要应许赐福给家，
那当我们顺服他的时候，我们必然可以看见神的恩典是够用的。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了解，现在的家很多的家就成为旅馆了，对不对？早上大家出门了，早餐也不一定一起吃啊，因为早餐要买很方便嘛，对不对？然后呢，午餐呢当然在公司啊，晚餐呢，跟朋友吃一下再回来，因为家里反正都也没有人煮饭，对，所以呢，3餐都怎么样？3餐都在外，然后呢，累了回家就是洗个澡就怎么样？就睡觉了比较早回来的，洗着澡就坐在沙发上看什么？看手机，不然就是看电视嘛，就是这样子。这是现在社会的家庭的现象。其实这个家庭的这一些的条件，对社会是一种危机，因为家不能巩固的话，我们的后代他们没有办法有榜样可以学习，他们不晓得怎么样付出爱或者领受爱，他们对这个区块是陌生的。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觉得他会关乎别人怎么样吗？他可能不在乎哦。他觉得脾气不好，他要发泄的话，反正路上都是人，对不对？对，我们看社会的这些反社会现象就会层出不穷。因为这是社会的危机，从哪里来？从缺少家的爱而来。所以愿神给我们成为基督徒要清楚了解，我们应以基督的信仰为中心为核心价值的话，我们就是要营造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是解决当代家庭跟社会难题的一个根本的道理。现在唯有家，唯有基督的信仰，才有在谈家的伦理跟道德。不然的话怎么去谈这些？好像都各自为政的。孩子怎么样？我们现在不能打骂，对不对？只能说丢水沟、丢垃圾桶、丢马桶。如果他听懂呢，你还敢讲吗？这个是这个社会给我们的。所以若家庭没有爱的话，那一切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基督徒我们会看见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他就是这样。麦克阿瑟将军他说我希望我的儿子在我去世之后，不要纪念我在沙场上的攻击，我那些勋章啊，那些都不值得他纪念，我却希望他能够纪念我在家中的情况。好比说我跟他一起背诵祈祷文，一起祷告，一起吃饭，一起论信仰。他说他觉得他的一生最重要的核心就是这里。求神也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确信，能够来了解。那我们也看布道家葛培里，他有说，幸福家庭的秘诀是什么？是家人彼此要学习给予爱以及接受爱的。好，当父母的，你不要说我就是爸爸妈妈，孩子我就给他他要他要对我一些回馈爱的话，你会说恶心，会不会说恶心？有的人会说女儿比较塞那一点，恶心。但你觉得这样对吗？不很重要的。唯有神给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是单向式的。我们会回馈神的爱，但是神不在乎神观看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他的爱来，对不对？怎么样应用他的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在家里面，我们不只要付出爱，我们也要领受家人给我们的爱，那种关系很重要。过去牧师小时候习惯在家里，就是因为是最小的儿子，所以习惯家里的事务啊，就习惯做习惯了哈。所以在家里我很习惯做一些家务事哈。
那潘牧师都会跟我说，他今天没来，我告诉你们，他在俄牧他会说，你要给孩子啊，让孩子多学习啊。我说，其实他们学习是有了，他们是会做了，但是我就习惯自己做。哎呦，叫他们给他们做没问题啦，你说没问题，你都做完了还没问题我们有时候也会这样有一些不同的意见那你知道我这次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也让潘牧师发现，孩子他们是超级厉害的，什么都会做，而且都会抓住那最重要的时间把事情做完，那好不好？那你觉得我这老爸是不是可以退休了？我要宣告我要退休了要预备好了。对，我发现对啊，这是神给的，我也看见对我对他们的观察陪伴是真的是有神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建立一个神所喜悦的家。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家要有爱，因为有主的同在。阿们。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的家有爱，因有主同在。阿们。有押韵的，再一次来，我的家有爱，因有主同在。阿们。是的，这是我们能够看见一个非常棒的有一个典范，就是约书亚，对不对？神让约书亚接了摩西的棒，带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那是神所应许给他们祖先的。而今天透过约书亚，成就了神以前对以色列人的祝福。他带着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美地以后，安置好了，他也老迈了，但是他知道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事情，他要跟所有以色列人宣告。他说，你们要信奉从出埃及到现在带领你们的耶和华上帝，还是你们要回去那河的那一边，过去你们祖先所拜的那些的神明？你今天要做一个决定。但是至于我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很棒哦！一个首领，他非常的知道，有一些人，他的百姓还是会迷恋的过去，或者看到隔壁的这一些的宗教的这些的仪式，他们觉得哇，好羡慕哦！你们看他们所拜的神明都可以看得见，都可以摸得到。我们也想这样，哇，他们的仪式好特别哦，而且性非常的开放，哇！但是成为神所拣选的领袖，在最关键的时刻，他说：不，至于我和我家，我是榜样，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们的家，我们的父母，就用约书亚这一句话成为我们的家训，让我们要世世代代的传承下去。你呢？你对你的家有怎么看见没有？对这份信仰的珍贵有更清楚吗？如果有，那你应该跟我们一样宣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不是我跟我这个家而已是我家的世世代代都要侍奉他。阿们。而如今牧师勇敢的说，我们家已经按着神的应许跟祝福，我们全家服侍神了。也愿神帮助我们，在这世代悖逆的世代，或者是非不明，或者价值观混浊的世代里面，让我们好好的来思考，你平常跟朋友在说的，你平常在服侍的时候，你着重点在哪里？如果属地的观念，牧师写在这里，你们看，就是个人的功成名就啊，顶级的豪宅啊，车子的等级啊，银行的数字啊，孩子的学业啊，孩子的功课怎么，哇，我们都可以怎么样一一的数算，说你看我多棒多厉害。但是不要忘了，这些属地的祝福是神给的，一定要把荣耀归给上帝，并且你更可以炫耀的是什么？是这属天的价值。你是全家归主的，你夫妻是恩爱的，子女是孝敬的，是敬虔信仰的，是在教会热心服侍的，这一切都是属天的
那神既然祝福的是属天跟属地的都有，那你是不是应该样样都可以说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他？阿们。对，基督徒的价值观一定跟这世界不一样，但你该夸口的是以主来夸口。阿们。神就会更大大的祝福在你跟你的家，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基督的信仰是我家的传家宝。你呢？你愿意宣告吗？我们一起来宣告。来，基督的信仰是我的传家宝。阿们。对，我们把这信仰传给下去，一切的祝福都在这信仰里面，一切解决所有世上一切的难题困境，能够超越一切困难的，都在这份信仰里面，我们可以得着。那这宝藏你不挖是你损失，对不对？愿神给我们在今天好好的来思考，可以帮助我们，好吧？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15章16节。再次来，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箴言15章16节。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他的话里面扎根，让我们用基督的爱来建立我们的家，享受从神一切为我们预备一切家的福分。阿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让我们在它里面有一个享受从神而来的爱。阿们。建立一个爱的家。阿们。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
神感动你，让你明白上帝创造家的祝福跟目的是什么，也让你有智慧，用智慧的眼光来感受你家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提醒，绝对不是物质上的东西，你家最需要的是属天的，好不好？今天早上你就跟主说，主啊，谢谢你感动我，我的家需要这个区块，愿你让我有信心跟你求，我也愿意为这个区块的恩典祝福来支取，来相信，来跟你求，好不好？我们开口为你的家，你有感动，哪一个区块需要被神补满的，你就勇敢跟他说，好不好？我们开口唤主的名3声以后，为你的家，为自己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教会能够看重家，因为家是你祝福的源头，因为家是你给我们最基本的单位，让我们会在家去经历上帝的爱，分享上帝的爱。主啊，我们也祈求你，让我们弟兄姐妹看见我们每一个家所需要的，所需要帮助的。主啊，主啊，你让我们有智慧跟你求，开口跟你求。就在今天早上，主你应许给我们，能够更经历你的同在，能够更经历你为我们祈福于我们，让我们更知道我们靠你，我们必然可以得胜的。主，谢谢你，一切的不满，一切的缺乏，一切的破口，愿主你来加添，愿主你来补足一切。谢谢你，愿主你来医治，来成为和好的。主啊，谢谢你跟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你。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主。我们举起右手来宣告，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我，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把荣耀、掌声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恩典能力的主，阿门。你跟隔壁宣告说，我的家要成为基督化爱的家庭。来，我的家要成为基督化爱的家庭。阿们。大家请坐。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也是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重新的灵，报答主恩，全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神归于你。请知道主兄姐，请起立。施恩作见，谦卑领受生命活
会众请坐。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我们请传道主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让我们再次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你今天穿的好好看哦。”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事工的分享。首先，我们一起来攻读我们今天导读的经文，在诗篇第75篇第7节。我们一起来念黑色的字，预备 ，Go！ 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诗篇75篇第7节，再一次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诗篇75篇第7节，阿们。在上个礼拜是我们母亲节的感恩礼拜，那我们总共有400位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我们上个礼拜的节目演出精不精彩？感谢主，我们用掌声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主，真的是从我们的年长者，我们的这些的大哥哥大姐姐们，一直到我们的儿童牧区小朋友，我们每一个年龄层都会跳舞，所以我们就很清楚知道永光教会是一个跳舞赞美神的教会，阿们吗？阿们。好，那再来，我们在上礼拜4的时候，潘牧师呢，他去到了苗栗，为着我们的刘秀菊姐妹，她已经91岁的姐妹，为她来受洗。她是我们佳瑜姐的阿嬷，所以呢，我们感谢神，让秀菊姐能够愿意来接受这样的一个受洗，并归入我们基督的名下，阿们。有一个影片，我们一起来看。祝我平安，祝我平安，我受局，我刘秀菊。刘秀菊是耶稣的查某囝，是耶稣的查某囝。下面我的罪，下面我的罪，我要得到平安，我要得到平安。我的病假的宗亲，病假的宗亲，拢得到耶稣保护，得到耶稣保护。感谢耶稣，阿门。感谢耶稣，阿门。哇，阿门！哇，我们再一起掌声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在昨天是我们名家干事在卓越领袖神学院毕业了。那为期2年的一个课程，那还有很多很多的操练，然后他同时还要在我们教会当中持续的服侍。那我们真的感谢神，有求神大大祝福我们的名家干事有在现场吗？呀，我们再次掌声，也鼓励我们的名家干事。呀，名家干事在我们教会的服侍非常的美，感谢主。好。再来是我们昨天晚上亚伦传道率领我们的赞美乐团到桃园迦南教会的青少年礼拜来讲道，还有我本人也有见证的分享。那我们的敬拜团也在那边有很棒很棒的服事。那一天是他们青少年的敬拜之夜，所以我们有1个半小时的敬拜赞美跟祷告的时刻。那我们也看见他们的青少年、他们的社青弟兄姐妹有很大很大的领受。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荣耀给神。再来是我们6月第1周，我们要举行圣礼典。那同时也欢迎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动，要受洗跟转籍的，可以开始来申请报名，找我们的慧华干事来报名。再来是6月6号，是我们启发周末营，也就是1整天的一个启发课程的营会。那一天呢，我们非常高度的欢迎弟兄姐妹来邀请我们的 Best 一同来参加1整天的活动，非常的好玩。然后我们也来看到这个报名的时间跟费用，我们自己来注意。再来是我们这一周是第6周的幸福启发课程，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幸福小组，他们预备的点心、晚餐、中餐也好，都非常的丰富，每一个人的笑容都非常的美丽帅气。来参加幸福小组的人一定会越来越年轻，阿们，阿们。好，再来是下礼拜6早上，我们跨世代篮球友谊赛要再一次来比赛了，所以在我们是跟永和圣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比赛，我们会在永和的运动中心来举办。那我们也邀请我们所有弟兄姐妹在礼拜6早上有时间的就可以拨空来参加，成为我们永光篮球队最佳的啦啦队。好，我们也再次鼓励。再来是我们教会中央空调修缮的专款，目前截至上周已经有370
78474元。那我们也持续为着我们空调的工程来祷告，预计在接下来这一周会完成。那我们真的也感谢神，让我们有最棒的师傅跟我们的同工也一起在这个当中在服侍教会，所以我们也用掌声来感谢我们的上帝。再来牧区消息，我们今天下午是 C 团祭歌的训练会，所以请我们的乐团的同工来注意这个时间，并且准时出席。好，接下来是我们一系列的牧区消息的活动的消息。那首先是我们会业牧区在下礼拜六，接下来的礼拜六早上，他们要到野柳之旅去看女王。那好，还有我们国宾牧区也是要到野柳公园来玩，在5月30号。好，再来是我们央青牧区的净滩行动，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活动，是在5月30号的早上。好，再来是兆民牧区也要去野柳地质公园，野柳看起来是非常好玩呢。好，那我们也可以注意这个时间继续来报名。好，6月13号是我们的丽娜牧区，他们要到北埔的老街之旅。我们在6月13号，我们这些的小组的组员们可以来报名。好，秀莲牧区要到宜兰，在6月27号的早上。那我们真的非常欢迎所有的 Best 可以一起来参加。再来是我们暑期的儿童夏令营 Super Kids Summer Camp， 在7月6号到7月8号要到司马县部落去吃那个山猪肉，超好吃的山猪肉。那还有一系列的一些原住民的一些活动，都会让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享受在其中。睡帐篷对他们来说非常的开心，非常的期待。那所以我们可以尽快的让我们的儿童跟家长可以一起来报名，在5月31号前来完成报名。再来是儿童牧区双语夏令营 VBS， 在7月20到24号，也是在5月24号下礼拜天以前完成报名。再来是青少年领袖营，哇，撼动星球，我们的早鸟价在今天就会截止，所以如果青少年早鸟价还没有缴费的，尽快缴费，不然如果明天开始就是勇士价3500块，会比较高一点。如果你爱教会想要奉献也没有问题，但是当然我们高度的欢迎青少年持续的邀约 Best 一起来参加，因为我们的撼动星球非常的精彩，每一年比每一年更精彩，所以我们也可以持续的来邀约我们的年轻人一起跟我们嗨爆天。好，再来我们来看健康的代祷，我们的习清兄、文章兄还有明珠姐持续的为他们身体来祷告，每一个人的祷告都带有能力，所以我们也求上帝继续的帮助他们。再来就是有一点补充报告，也就是在接下来明天开始呢，我们教会大楼的电梯要有一个有其中一台电梯要做一些的工程要更新，但是我们还有一台电梯可以使用。那当然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是年轻人，如果你有年轻的膝盖，如果需要多吃阿钙也可以，那我们有年轻人呢就可以多走我们的楼梯，让我们的长辈们可以使用，有需要的人可以使用电梯。好，再来我们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新朋友。首先我们来欢迎我们的顺良，是顺良弟兄，我们请起立，是我们佩玉姐的朋友。哇，他的笑容非常的帅气。那我们也祝福我们的顺良弟兄。好，请坐。好，再来是我们的静瑶姐妹，是纯颖的朋友，我们掌声，哇，长得非常的年轻，非常有活力。好，感谢主。接下来，下一位是婉婷姐妹，婉婷姐妹有在这里，哇，我们非常美丽的姐妹，非常的欢迎你们。好，再来是建华弟兄，建华弟兄，啊，是我们的年轻人。呀，感谢主，非常欢迎。还有我们的静巧姐妹，静巧姐妹，感谢主，愿上帝祝福在我们每一位新朋友的身上。如果你们来到这里，你们会感受到非常大的喜乐，跟你们会觉得新的一周有新的希望开始。那我们也再一次用掌声欢迎我们的新朋友，一次的欢迎，永远欢迎。那我们也请新朋友可以跟着我们的迎宾的接待。
我们有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也透过一些的跟你们的对谈，让你们更认识我们的教会。那你们可以拿着你们个人的物品，跟着我们的接待人员到隔壁的教室。好，这时候我们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要用这首诗歌来彼此的祝福。愿你有个好心情，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我们向左向右彼此来祝福。爱你，爱你，让他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我们持续站立，我们请周牧师来祝福的祷告。愿上帝恩待你们，在这个礼拜当中去经历神丰沛的恩典，并且用心营造的家，从神而来加倍的祝福，更经历他的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大家平安。平安。请坐，我们下礼拜天再见。愿神祝福每一位。长长的喜乐，凡事要谢恩，无助的祷告，大声来宣告。